主后2023年9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努力过尽一生的空虚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《传道书》第8章第9节到第9章第10节。这个我拢有看到，嘛专心查考日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的代志。有时，这人管辖别人，结果害着家己。我看到歹人受到隆重的埋葬，丧葬的人对墓地转来，已经袂记得迄个人伫城内所做的歹代，这嘛是空虚。做行了无随时执行，世间人才会大胆做歹。做人做歹100遍，还佫食长岁寿。毋过我较实在，敬畏上帝的人，因为心存敬畏，最后会得到福气。总是歹人袂得到福气，亲像影真紧就无去。因为伊无敬畏上帝，伫世间也有一项空虚的代志，就是义人拄着歹人该受的报应。歹人得到义人应得的报赏，我讲这嘛是空虚。所以我鼓励人享受快乐，因为人伫日光的下面。也食也啉是上大的享乐，这是上帝互人伫日光的下面打拼应该得到的享受。我专心追求智慧，佮观察世间所发生的代志，甚至暝日拢无困。我有看见上帝一切的作为。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的代志，人拢找袂到发生的理由。人无论安怎敲找，都找袂到。连有智慧的人，虽然想讲伊知，嘛找袂到。我将这一切的代志藏伫心内，详细想，就知义的人甲智慧的人。以及因的一举一动、连听甲分，拢伫上帝的手内，人袂当大成知。众人的命运拢共款，义人甲邪恶的人，好人甲歹人，清气的人甲无清气的人，献济的人甲无献济的人，拢相款。好人安怎，罪人嘛安尼。咒詛的人安怎，毋敢咒詛的人嘛安尼。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的代志，有一项不幸，就是众人的遭遇拢共款。世间人的心充满邪恶，活的时心内癫狂，最后拢着死。人要得活，就有盼望，因为活的狗比死的狮较好。活地的人知因为死，死的人什么都毋知，嘛袂阁得到报赏，因的名无人会记得。因的疼，因的恨，因的怨妒，拢已经消失。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的代志，永远无因的份。做你去，欢喜食你的饭，快乐啉你的酒，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你的所做。你着不时穿水的衫，头壳着常常抹油。伫你一生空虚的日子，就是上帝使你伫日光的下面空虚的日子，着甲你所疼的某快乐过日。因为迄是你在生伫日光的下面打拼所得到的福分。你的手应该做的代志，着尽力去做，
因为伫你要去的阴间，无工作，无计划，无学识，嘛无智慧。努力过尽一生的功夫。有一遍，甲一位共年纪、总是已经退休侪年的朋友开讲，伊讲人生打拼奋斗几十年，终于有机会晋升到公司的决策领导阶层，享受权力带来丰富报赏的滋味。一段时日了后，我开始感觉到，做领导人同款是咧承担压力的疲累甲乏味。才发现，权力其实无亲像想象中遐尼美好。原来踮伫顶面，啥物也拢无。最后，大家的下场，敢毋是拢同款是退休。对伊个空虚挫折中，我体会到现代社会致力伫创造机械式的丰盛生产力，甲高品质的一致性产品，佮将成功、财富、名望看作是竞争了后对自我肯定的文化，落尾可能是对人生命存在的意义造成摧残。伫聚会中传讲人生信息的传道者，观察到即种功夫现象，就甲这个感叹人生的人放伫心上，不断思想研究，佮看到现世报的无奈。第9章第2节，传道者讲出几种拢同款的对称人生。无论你是活出倒一种的人生，伫死的即件代志，人人命运同款。所以，传道者邀请人对信仰来看人生。人应当尽一生努力，总是一切嘛拢伫上帝的支配。伫局限的人生中间，要选择行义，还是做歹，是人必须做的决定。不过，人的行为会引致什么际遇，不在因的掌控。就算咱观察到这个世界若像是已经失控，也毋免惊吓，因为也有上帝在掌权。既然人的命运结局拢同款，人就爱甲生命中的好歹对称画出来，就亲像呼吸喘气，有好就有吸，有吸就有好。人需要活伫现实存在的对称，去接受生命的输甲赢，快乐甲悲伤，自合甲分离，行动甲停止，开始甲结束。无论所做的事，所活出的性命，是毋是通达到目标，人拢应该甲家己的灵魂交伫上帝的掌权，然后爱努力打拼做尽你一生功夫的人生。既然人伫死亡的终点线以前，一切拢着放下。传道者鼓励人伫要活着的时，应该带着希望，努力去生活，来彰显生命。也就是讲，伫要有呼吸喘气的时，无应该亲像已经死去的人，毋免阁尽力地活。生命无奈的所在，拄好是拼死拼活地努力，结果拢同款是死亡。做是当有人用错觉诠释生命的时，传道者并无简单只有看终点线，伊阁看到过程中努力分享的美好。若是结局安怎，就交互上帝。努力的感觉是值得尽一生追求的，所以咱爱尽一生的岁月
伫日光的下面努力体会、努力做的辛苦，搁用安尼来赢过性命的空虚。未想，人伫面临死亡的时所做最后的祈祷，无应该是求你，是感谢你。人伫面临死亡的时所做最后的祈祷，无应该是求你，是感谢你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转移我的目睭注意点，互我无简单看现世报的不公不义，勉励我丧尽勇气，帮助我真正上赞你的信息甲慈爱，互我看见你的作为一切尽在美善。奉美妙主耶稣的名感谢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